一個俾史書釘喺恥辱柱上嘅女人，罪名係亂倫同殺夫，擺喺任何時代，照道理呢個女人都應該不得好死。但係呢一切發生以後，佢冇被處死，冇被囚禁，甚至冇身敗名裂，佢反而住入兩國邊境嘅行宮，好似一位無冕女王咁，遙控住兩個國家嘅命運足足20年。你知唔知佢係點樣害死自己丈夫齊國嘅國君，亦即係呢個女人嘅親哥哥，派咗一個大力士去扶住飲醉咗嘅魯國國君，亦即係佢嘅丈夫，喺黑沉沉嘅馬車旁邊，嗰個大力士雙臂好似猛蛇咁越箍越實，佢丈夫甚至連嗌都未嚟得切嗌，就變成一具仲有溫度嘅屍體，佢丈夫嘅遺體都未凍透，呢個女人已經坐翻情人身邊。更加詭異嘅係，魯國明明知道真相，但偏偏唔可以唔靠呢個女人去同齊國談判，因為佢係魯國唯一嘅保護傘。呢個女人個名叫文姜，佢到底係點做到，又係點樣喺道德同權力嘅刀尖上活足成世？故事要由2700年前齊國皇宮入邊嗰棵桃樹下講起。歡迎嚟到枕住講古。今晚我哋要講嘅係春秋第一玉女文姜。等我哋一齊進入今晚嘅故事旅程，故事嘅畫面定格喺一片叫做芍嘅荒原上。呢度係齊國同魯國嘅交界，唔屬於任何一方管轄。一座行宮孤零零咁企咗喺度，深秋嘅風好大，吹到行宮外面啲旌旗呼呼作響，風入面仿佛仲夾雜住遠方市井，人哋傳唱詩經諷刺佢嘅歌謠聲。一個女人獨自企喺高台上，歲月似乎特別優待佢，冇喺佢面上留低太多痕跡。但係佢嘅眼神深不見底，佢總係習慣性望向東邊，嗰度係齊國，係繁華嘅林芝，係佢翻唔到去嘅故鄉，亦係佢情郎所在嘅方向。至於佢決絕嘅背影，就冷冷咁對住西邊嘅魯國，嗰度係佢夫家，亦係佢個仔統治嘅領土。喺依座同世隔絕嘅行宮入邊，佢活成一個巨大謎團。世人最中意喺背後竊竊私語，講佢床圍之間嗰啲驚世駭俗嘅禁忌，但就選擇性忽視佢行出寢室以後喺政治談判桌上雷霆萬鈞嘅手段。依點正正就係佢一生最矛盾嘅地方。夜晚佢係一個沉溺喺慾望入邊無法自拔嘅情人，但一到白天，佢就係一個冷靜甚至冷血嘅政治家。佢就係咁企喺歷史嘅夾縫入邊，背對住道德嘅審判，開始一場喺刀尖上嘅漫長舞蹈。故事嘅根基深深埋喺齊國嘅泥土入邊。我哋要理解文姜嘅命運，首先就要理解佢腳下依片土地齊國臨淄。喺2700幾年前嘅春秋時代，呢度係成個東方世界嘅經濟心臟。當西邊嘅魯國人仲喺度小心翼翼咁翻查周禮，爭論祭祀嗰陣步伐應該邁幾大，臨淄嘅空氣入邊已經瀰漫住海鹽嘅鹹味同銅錢嘅銅銹味。依度靠近大海，有魚鹽之利，商業繁榮帶嚟風氣開放。
齊國嘅女子，唔似中原腹地嘅女人咁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佢哋着住色彩鮮艷嘅齊羅，行喺闊落嘅街道上，甚至夠膽直視男人嘅目光。據後世史書記載，齊地甚至有長女唔嫁，名為孤兒嘅奇特風俗。呢種話就話係自由，其實更加似狂野嘅民風，就係岷姜成長嘅溫室。岷姜姓姜，係齊侯嘅女，岷係佢嘅兒說號，亦係佢才華嘅注腳。喺嗰個覺得女人冇才學先算有德行嘅年代，佢有一個仗子才華同文采嘅名，單係呢一點已經係一種特權。佢嘅童年係喺一座金色牢籠入邊過，作為齊烈公嘅掌上明珠。佢擁有當時世上最昂貴嘅玩具，就係成個臨淄城嘅繁華。但係對一個早熟又醒目嘅少女嚟講，物質越豐盛，好多時就代表心入邊越空虛。宮場入面嘅日子好似停晒咁，身邊嘅侍女永遠唯唯諾諾，父王忙住爭霸，母后忙住平衡後宮。佢喺咁大座宮殿入邊，揾唔到一個真正聽得明佢講嘢嘅人，除咗一個人，佢嘅同母兄長太子朱兒，亦即係後來嘅齊襄公。喺史書入邊，呢個人係一個暴躁又反覆無常嘅狂徒，但喺岷姜嘅少女時代，佢係唯一一面照得見自己嘅鏡。佢哋實在太似，一樣早熟，一樣傲慢，一樣厭倦身邊嗰啲庸脂俗粉。太子朱兒身形高大，儀表堂堂，佢望住岷姜嘅眼神，最初或者只係兄長對妹妹嘅寵愛，但隨住年歲漸長，呢種眼神開始變質。呢種變化係靜靜雞發生，唔係好似戲劇入邊咁發生喺一個雷雨交加嘅夜晚。佢更加似一株植物慢慢生長，喺無數個悶到發慌嘅午後，靜靜咁抽枝發芽。我哋一定要翻去嗰個著名意象桃樹。喺後世流傳嘅《詩經》入面，有一首出名嘅婚禮讚歌：桃花開得正盛，花色鮮明耀眼。雖然呢首並唔係齊地民歌，但喺嗰個春日嘅宮殿深處，呢個或者正正係兄妹二人心入邊最渴望，同時又最禁忌嘅畫面。對少年時代嘅朱兒嚟講，岷姜唔係一件要送去聯姻嘅政治籌碼，係一個活生生嘅人，甚至係一個比佢更加聰明嘅玩伴。佢哋一齊嘲笑嗰啲迂腐大臣，一齊研讀深奧難明嘅古籍，甚至可能一齊偷偷溜出宮去睇臨淄街頭嘅雜耍。以眾只屬於兩個人嘅親密係極度危險。從心理學角度睇，當兩個擁有特權又被困喺細小環境入邊嘅人，建立起一種只有我哋一齊對抗成個世界嘅同盟嗰陣，倫理界線好多時就會變得模糊，因為喺佢哋眼中，規矩係掟俾凡人手，佢哋先係規矩嘅主人。朱兒令岷姜感受到一種被人真正睇見嘅快感。喺嗰個年代，公主嘅命運由一出世開始就已經寫好，長大以後就被打包送去另一個國家，成為兩國盟約上嘅封泥。佢嘅意志、佢嘅喜好、佢嘅靈魂，全部都無關緊要，
只有喺朱兒面前，佢先係文姜，唔係一個等住出嫁嘅齊國女子。呢種精神上嘅共生，慢慢演變成肉體上嘅試探，嗰係青春期嘅躁動同權力嘅傲慢混合出嚟嘅毒藥，或者係某一次宮廷宴會以後嘅微醺入面，又或者係桃林深處避暑嗰陣，當朱兒第一次跨過嗰條叫做兄妹嘅紅線嗰刻，文姜並冇推開佢。點解史書唔會記低女人嘅動機，只會記低女人嘅罪行？但假如我哋企喺文姜嘅角度去推演，嗰可能係一種近乎獻祭式嘅叛逆，面對即將來臨被當成貨物一樣送去異國他鄉嘅命運，佢選擇喺出嫁以前徹底燃燒一次。佢要掌握自己嘅身體，就算係用一種毀滅性嘅方式，齊國宮廷雖然開放，但呢件事依然係唔可以饒恕嘅禁忌。越係禁忌，就越係甜蜜。呢種行喺刀尖上嘅刺激感，令兩個人嘅感情迅速升溫，變成一種病態嘅狂熱。佢哋以為自己收藏得好好。朱兒係太子，係未來嘅國君；文姜係公主，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宮人就算真係睇到啲咩，都只可以將個頭深深埋入塵土入邊，扮做盲，扮做聾。以種權力嘅庇護，令佢哋產生錯覺，以為呢場夢可以一直發落去。喺嗰啲荒唐嘅日子入邊，佢哋可能引用過《詩經》入邊嘅句子，互相傾訴心事。齊地嘅民歌依向大膽又熱烈，佢哋或者自比成瓜藤上嘅雙生瓜，糾纏不清，同根同源。南山吹吹，鴻鵠徐徐，依首後來諷刺佢哋嘅詩歌。而日下或者正以另一種溫柔面貌喺宮場入邊悄悄醞釀，但係時間係無情噶。文姜長大咗，公元前709年嘅春天，一個嚟自西方嘅消息打破咗臨淄宮廷入邊嘅曖昧啦。魯國嗰個以禮樂全家、最講究規矩嘅老牌諸侯國派嚟求親嘅使者，求婚對象正正就係文姜。魯桓公姬允，佢係魯國嘅國君，一個比文姜年長好多嘅男人。喺當時嘅國際政治棋盤上，依係一樁完美嘅聯姻。齊國正在崛起，需要穩住南面嘅魯國，魯國日漸衰落，急需要強大齊國嘅庇護。文姜就係依筆交易入邊最關鍵嘅貨幣。當父王齊了公開心咁宣布依門婚事嗰陣，文姜嘅世界崩塌咗。我哋可以想象嗰個場面，熱鬧嘅慶功宴，堆積如山嘅聘禮，所有人都喜氣洋洋。只有角落入面兩雙眼睛絕望咁對望，朱兒憤怒，但佢無能為力。嗰陣佢仲未係國君，佢唔敢挑戰父王嘅權威，更加唔敢喺呢個關口暴露醜聞。文姜就陷入咗深深嘅恐懼，佢恐懼嘅唔係陌生嘅魯國，係嗰種一眼就望到底嘅未來。佢要去嘅地方係周禮嘅大本營，係全天下最死板、最壓抑嘅地方。佢就好似一隻習慣咗喺野外奔跑嘅狐狸，即將被關入一個掛滿道德經文嘅鐵籠入邊。依唔單止係分離，依係流放。喺出嫁前嗰個夜晚，臨淄嘅宮殿或者成晚都冇瞓過。朱兒可能發誓話，等佢做咗國君，
一定會諗辦法接佢翻嚟。呢種誓言喺當時聽落好似痴人說夢，畢竟嫁出去嘅女就好似潑出去嘅水，邊有國君會將嫁咗去其他國家嘅妹妹再接翻嚟嘅道理？但依據睇落荒誕嘅誓言，卻喺文姜心入面埋低咗一粒種子，一粒關於重逢嘅有毒種子。婚禮如期舉行，呢一場係極其盛大嘅婚禮，十載齊侯，送江氏于歡。齊理公甚至打破常規，親自將個女送到齊魯邊境，喺當時係好罕見嘅殊榮，足以睇出齊國對衣裝婚事有幾重視。文姜着住一層疊一層嘅嫁衣，面上畫住精緻嘅妝容，好似一個完美嘅公仔，俾人扶上華麗嘅馬車，車輪慢慢滾動，發出沉沉悶悶嘅聲響。文姜坐喺搖晃嘅車廂入面，隔住窗紗，最後一次回望臨淄嘅城牆。嗰座城入面有佢熟悉嘅繁華，有佢親手種落嘅桃樹，仲有嗰個企喺城樓上眼神碎晒嘅男人。佢知道依一去，唔單止係換咗一個國家，更加係換咗一種活法。佢必須親手殺死嗰個齊國文姜，將嗰段驚世駭俗嘅戀情埋入心底，然後戴上一張叫做魯桓公夫人嘅面具。公元前709年嘅秋天，當送親嘅車隊終於穿過漫長嘅黃土古道，停喺魯國都城曲阜城門前嗰一刻，文姜聽到嘅第一種聲音，咪歡迎嘅歡呼，係編鐘。嗰係一種沉悶莊嚴，甚至帶住一絲壓抑嘅金屬撞擊聲。喺魯國呢種叫金石樂，係周禮最神聖嘅象子。但對於啱啱由臨淄嗰種海風浩蕩、市井喧鬧入面行出嚟嘅文姜嚟講，依把聲就好似沉重嘅鎖鏈跌落地上嘅回響。呢度係曲阜，係周公旦嘅封地，係成個東亞大陸上最講規矩嘅地方。呢度每一塊磚石，每一棵古柏，甚至空氣入邊每一粒塵埃，都好似照住周禮嘅規定擺喺絕對正確，但係亦都絕對死板嘅位置上。文姜行落馬車，迎接佢嘅係一場甚至比齊國更加繁複10倍嘅婚禮儀式。佢嘅丈夫魯桓公姬允第一次正式出現喺佢視線入面。呢個係一個典型嘅魯國君主，面容端正，神情嚴肅，每一個動作都好似用尺量過一樣精準。佢望住文姜嘅眼神，唔似係望住一個新婚妻子，更加似係驗收一件珍貴嘅可以光耀門楣嘅祭器。佢關心嘅係佢衣領嘅折痕係咪對稱，步搖擺動嘅幅度係咪合乎禮制，完全唔係佢面紗底下嗰雙因為長途跋涉變得疲憊，但又燒住某種不安火焰嘅眼睛。新婚夜冇《詩經》入邊嗰種琴瑟在御，莫不正好嘅浪漫。魯桓公同佢傾嘅大概係兩國聯姻嘅政治意義，仲有佢作為國君夫人應該履行嘅職責。文姜望住眼前呢個比自己年長好多嘅男人，望住窗外曲阜嗰片漆黑一團，連一點漁火都冇嘅夜空，佢突然意識到嗰個喺桃樹下奔跑嘅少女已經死咗。由依一刻開始，
佢唔再係嗰個名叫文姜嘅鮮活靈魂，佢變成咗一個符號。老桓公夫人大幕落下，嗰個臨淄少女退場，大幕升起，一場長達15年嘅賢妻良母獨腳戲正式開演。喺依出戲入邊，文姜展現出一種令人驚嘆嘅表演天分。佢學識咗魯國嘅方言，佢學識咗行路嗰陣目不斜視，佢學識咗喺祭祀大典上長時間保持跪姿，一動都唔喐。佢為老桓公生低咗2個仔，其中長子就係後來嘅老莊公。佢親自主持採桑紡織，喺後宮入邊豎起一面賢良淑德嘅旗幟。如果你翻閱嗰個時期嘅魯國史料，你會發現關於佢嘅記載完美到無懈可擊。大臣讚頌佢，宗室接納佢，就連最挑剔嘅史官都揾唔到佢一絲錯處。佢就好似一尊精美嘅瓷器，俾人端放喺魯國依座古老宗廟入面，散發住溫潤但虛假嘅光澤。但瓷器入面往往係空心。依15年對老桓公嚟講係歲月靜好嘅15年，佢對自己呢位年輕貌美嘅妻子非常滿意。佢出身高貴，帶嚟齊國嘅盟約，佢舉止得體，撐起魯國嘅門面。已過一世都活喺禮教教條入邊嘅男人，天真咁以為依就係婚姻嘅全部真相。佢從來冇諗過要去探究妻子完美笑容背後嗰片荒蕪嘅精神廢墟。老桓公並唔係一個壞人，佢只係一個平庸嘅功能主義者。喺佢嘅世界觀入邊，妻子就係一個職位，只要文姜履行咗職能，一切就係完美。佢唔明白有啲嘢冇辦法俾禮教馴服，例如留喺血液入邊嘅野性，例如深埋喺記憶入邊嘅初戀。喺嗰啲漫長又寂靜嘅深夜，當老桓公喺身邊發出均匀嘅鼻鼾聲時，文姜會唔會獨自醒過嚟？曲阜嘅夜實在太靜，靜到令人發癲。依度冇臨淄夜市嘅燈火，冇海浪拍打礁石嘅聲音，佢或者會合埋眼喺腦海入邊一片又一片重溫嗰個桃樹下嘅午後。嗰係佢唯一嘅精神鴉片，支撐住佢捱過日復一日嘅枯燥刑期。佢聽講喺東方嘅齊國，嗰個男人亦都變咗。嗰年係公元前698年，佢嘅父親齊林公去世，嗰個曾經同佢喺桃林入面私定終身嘅嗰個朱兒正式登上君位，成為齊襄公。消息傳到魯國嗰陣，文姜正喺度教年幼嘅兒子讀書，手中嘅竹簡或者喺嗰一刻微微顫咗一下。哥哥成為國君，而代表住佢擁有咗至高無上嘅權力。喺嗰個時代嘅邏輯入面，權力就代表可以打破一切規則。佢係咪仲等緊佢，定係已經將佢忘記咗？喺呢段15年嘅漫長時光入邊，佢係咪早已淹沒喺後宮嘅粉黛當中？文姜唔敢去諗，亦都唔可以去諗，佢只能夠將依份悸動，好似掃灰塵咁掃入心底最陰暗嘅角落，然後繼續扮演佢嗰個完美國母嘅角色。但歷史最荒誕嘅地方就係，佢總係中意用一種最諷刺嘅方式去打破平衡，打破依座禮教牢籠嘅鎖匙，竟然係老桓公親手遞俾文姜。
時間嚟到公元前694年，依係一個將會被刻喺春秋史恥辱柱上嘅年份。依嗰時候嘅國際局勢出現咗微妙變化，齊國喺齊襄公嘅統治底下變得越嚟越強硬同霸道，佢四處征伐擴充領土，成為東方不可一世嘅霸主。魯國雖然有住尊貴嘅周禮血統，國力卻一日比一日衰弱，只能喺強鄰嘅陰影底下小心翼翼咁生存。魯桓公感到恐慌，為咗國家嘅安全，為咗兒子嘅將來，佢必須去朝見齊國嘅新君，去修補同加固齊魯兩國嘅同盟關係。依係一次極其重要嘅外交訪問。魯桓公開始籌備出訪齊國嘅車馬，就喺呢個時候，一個極其反常嘅決定誕生咗。佢決定帶埋文姜同行。喺當時，依係一個完全違背禮制嘅決定。按照當時嘅禮法，父母繼母，女不歸零。意思係話，出嫁嘅女子如果父母都已經去世，就唔應該再返娘家探親。呢個時候，文姜嘅父母都已經亡故，佢返齊國係唔合理。魯國嘅大臣即刻炸開咗鍋，依係非禮，已係壞咗規矩。但一向將規矩睇得比命仲重嘅魯桓公，今次卻固執咁拒絕咗所有諫言。點解史書冇明講？但我哋可以用政治邏輯去推演。喺魯桓公睇嚟，文姜唔單止係佢嘅妻子，更加係齊襄公嘅親妹妹。依係一張威力巨大嘅親情牌，帶埋文姜能夠最大程度喚起齊襄公嘅家族感情。咁樣可以喺外交談判桌上為魯國爭取更多利益。依係一個典型中年男人嘅功利算計，佢將妻子物化成一個外交籌碼，但佢犯咗一個致命錯誤啊！佢只係算計咗政治利益，卻忽略咗最基本嘅人性。但佢唔知道嘅係，佢嘅妻子喺嫁俾佢以前，喺齊國宮廷入邊度過一段點樣嘅歲月。佢以為佢帶去嘅係一位端莊嘅魯國夫人，卻唔知道佢正親手將一粒壓抑咗15年嘅火種送翻去嗰堆早已乾透嘅柴堆旁邊。當魯桓公話俾文姜依個決定嗰陣，我哋可以想象文姜嘅表情，嗰係驚訝，係恐懼，定係一絲難以察覺嘅狂喜。15年啦，佢以為依一世，只能老死喺曲阜嘅高牆入面，再都見唔到臨淄嘅城門。依家命運竟然用一種如此荒誕嘅方式為佢打開嗰扇門，仲要係佢嘅丈夫親自為佢準備好車馬。公元前694年嘅春天，浩浩蕩蕩嘅車隊再次踏上嗰條熟悉嘅古道，今次係向東。文姜坐喺馬車入邊，感受住車輪底下嘅震動。15年前，朱兒係從伊度喊住離開嘅少女；15年後，佢係由伊度沉默歸來嘅婦人。隨住車隊向東行進，空氣開始出現變化，乾燥嘅黃土氣息逐漸消退，濕潤嘅海風味道愈嚟愈濃。路邊嘅建築風格變咗，人哋嘅服飾變咗，連樹木嘅姿態都變得張牙舞爪起嚟。嗰係故鄉嘅味道，嗰係自由嘅味道。文姜嘅心跳開始加速，佢隔住車簾望住遠處地平線上嗰座宏偉嘅臨淄城輪廓。
嗰座城比15年前更加龐大，更加輝煌。喺嗰座城最高處，喺嗰個權力中心，有一個男人正喺度等佢。佢依家係齊襄公，佢仲會唔會記得桃樹下嘅誓言？定係今次見面只係一場冷冰冰嘅政治過場？車隊緩緩駛入齊國境內，齊襄公派嚟嘅使者已經喺邊境迎接，規格極高，禮遇極濃。依似乎印證咗魯桓公嘅猜測，帶埋夫人係啱，齊國人果然好睇重依份親情。魯桓公坐喺另一架車上面，望住依場盛大嘅歡迎儀式，得意咁摸住鬍鬚，為自己嘅外交智慧沾沾自喜。佢完全冇意識到依場隆重禮儀背後，並唔係對佢依位妹夫嘅尊重，係另一個男人對佢妻子嗰種壓抑已久、近乎瘋狂嘅渴望。公元前694年嘅春天，當文姜再次踏入齊國宮殿嗰一刻，15年嘅時光仿佛俾一把睇唔見嘅刀斬斷咗。嗰啲喺魯國曲阜日復一日織布祭祀、教導兒子嘅枯燥歲月，喺依一瞬間變得好似一場從來冇發生過嘅夢。佢望住眼前嗰個身穿國軍冕服嘅男人，齊襄公亦都係佢嘅嗰個朱兒。依個時候嘅佢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個需要睇父王面色做人嘅太子，係東方霸主，係一個眼神入邊寫滿唯我獨尊嘅君王。但當佢嘅目光落喺文姜身上嗰陣，嗰層暴力嘅外殼瞬間融化咗，依係一種極其罕見嘅情感標本。通常年少時嘅激情總會俾歲月沖淡，變得寡淡無味。但對於兩個人嚟講，15年嘅壓抑同分離，唔單止冇熄滅嗰團火，倒轉將佢熬成一罐濃縮嘅毒藥。佢哋喺宮殿深處嘅重逢，冇史書入邊嗰種客套寒暄，嗰種感覺就好似兩個喺沙漠入邊行咗15年嘅女人，突然揾翻彼此。依唔單止係肉體上嘅久別性新婚，更加係一種精神上嘅歸位。喺魯國，佢係符號化嘅桓公夫人，只有喺依度，喺依個男人嘅注視底下，佢先重新活翻成嗰個驕傲放縱。甚至有啲邪惡嘅齊姜接落嚟嘅日子，對隨行嘅魯國官員嚟講係尷尬，對魯桓公嚟講係屈辱，但對依對兄妹嚟講，依係一場遲到15年嘅狂歡。文姜頻繁出入齊襄公嘅寢宮，佢唔再避忌，甚至帶住一種報復性嘅張揚。或者喺潛意識入邊，佢係向嗰個將佢當成政治籌碼嘅世界宣戰。你哋用禮教囚禁我，我就用最極端嘅禁忌去羞辱禮教。呢種事係紙包唔住火，風言風語開始好似生咗翼一樣，穿過厚重嘅宮牆，飛入魯桓公嘅耳仔入面。起初依為以仁義道德著稱嘅國君，選擇咗唔信，又或者講選擇咗扮聾扮啞。畢竟依度係齊國嘅地盤，為咗兩國盟約，為咗魯國嘅生存，佢作為一個弱國君主，忍耐係佢嘅必修課。但忍耐係有極限，嗰個極限嘅突破點，或者發生喺一個清晨，當文姜帶住一身宿
醉嘅酒氣同嗰種特有嘅慵懶滿足神情，翻到驛館嗰陣，魯桓公心入邊最後一道防線崩塌咗。佢望住妻子嗰張容光煥發嘅面，突然意識到呢種光彩係佢從來冇俾過佢嘅，亦都係佢喺嗰15年婚姻入邊從來未見過嘅。嗰一刻，男人嘅自尊壓倒咗政治家嘅理智，爆發係必然。魯桓公指住文姜個鼻，鬧出嗰句足以撕裂一切嘅說話。史書冇記載具體嘅粗口，左傳只用咗一個字去形容，節，意思好簡單。佢憤怒咁責罵咗佢，仲極有可能佢質問咗嗰個成個天下都喺度竊竊私語嘅問題，我哋個仔莊公到底係邊個嘅種？呢句說話係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佢將所有遮醜布全部扯落嚟，將呢段畸形關係赤裸裸咁暴曬喺陽光底下。魯桓公發洩咗怒火，但佢忘記咗一件事：呢度係臨淄，唔係曲阜，係呢度佢唔係話事嗰個，佢係獵物。文姜嘅反應好值得玩味，面對丈夫雷霆萬鈞嘅怒火，一個普通紅杏出牆嘅婦人可能會跪低求饒，又或者羞愧到自盡，但文姜冇，佢表現出一種令人背脊發寒嘅冷靜，嗰係屬於政治家嘅冷靜。佢意識到平衡已經被打破。魯桓公知道咗真相，一旦翻到魯國，等住佢嘅就唔再係國母嘅尊榮，係冷宮幽禁，甚至係秘密處死。更加重要嘅係，呢個秘密一旦由魯桓公公開，齊襄公嘅名聲亦都會掃地。呢係一條生存定毀滅嘅選擇題。文姜作出咗選擇，佢冇喊，係轉身離開驛館，再次行入齊襄公嘅宮殿。佢話俾哥哥聽，佢知道咗，佢鬧咗我哋完啦。依短短幾句說話，就好似一道死刑判決書。齊襄公望住眼前呢個驚慌失措嘅女人，眼入邊嘅愛意瞬間變成殺機。對一個習慣咗用暴力解決問題嘅霸主嚟講，解決問題最好嘅方法就係解決提出問題嗰個人。一個陰謀喺嗰個陰暗嘅午後迅速成形，時間定喺夏4月丙子日。齊襄公向魯桓公發出邀請，請妹夫赴宴，以此作為送別嘅先行酒。魯桓公呢個時候嘅心情好複雜，佢啱啱同妻子撕破面，心入面充滿憤怒同屈辱，但面對強大齊國國君嘅邀請，佢唔敢唔去。或者佢仲抱住一絲幻想，以為呢只係一場普通外交宴會，或者佢以為就算齊襄公在荒唐，都唔敢冒天下大不韙，謀殺一位同樣係姬姓諸侯嘅國君。佢低估咗人性嘅瘋狂。嗰晚嘅宴會奢華又詭異，青銅酒爵入邊斟滿齊國最好嘅美酒，樂師奏住歡快嘅曲，舞女嘅長袖喺燈火之中翻飛。齊襄公表現得格外熱情啊！佢頻頻舉杯向魯桓公敬酒，魯桓公飲咗一杯又一杯，係借酒消愁定係唔敢推辭？我哋無從得知。慢慢咁，佢眼神開始渙散，意識開始模糊。喺呢個過程入邊，佢或者冇留意到大殿角落入邊企住一個好似鐵塔咁嘅男人，
嗰個就係公子彭生。彭生唔係普通侍衛，佢係齊國宗室嘅旁支，以力大無窮出名。喺嗰個崇尚武力嘅年代，佢係一部活生生嘅人形起重機，亦都係齊襄公豢養嘅一條最忠心惡犬。今晚佢嘅任務好簡單，亦都好殘忍。夜深啦，宴會散場，魯桓公已經醉到好似一灘爛泥。齊襄公揮一揮手，微笑住話：送魯侯返驛館。公子彭生行上前，佢根本唔需要隨從幫手，好似拎起一隻小雞咁，輕輕鬆鬆抱起醉到不省人事嘅魯桓公，行向停喺宮門外嗰架牛車。呢度我哋要講清楚一個細節：先秦時代嘅車唔似依家嘅轎車咁平穩舒服，尤其係牛車，車廂狹窄，顛簸得好犀利。要將一個醉漢弄上車，確實需要人宣扶或者抱住。就喺彭生抱住魯桓公登上牛車嗰一瞬間，亦即係身體接觸最緊密嗰幾秒入面，謀殺發生咗。史書用咗極簡單3個字去描述呢個過程：拉而殺之。拉喺古語入邊有截斷嘅意思。試諗下嗰個畫面，黑暗嘅宮門外，彭生雙臂好似2條巨大蟒蛇，死死拿住魯桓公嘅胸廓。佢法力好隱蔽，亦都好致命。喺旁人睇嚟，依只係一個強壯侍衛全扶一位醉酒貴客上車，但喺嗰個令人窒息嘅懷抱入邊，傳出嚟嘅係肋骨斷裂嘅悶響，同內臟被擠壓碎裂嘅聲音。魯桓公甚至嚟唔切發出一聲慘叫，酒精麻痹咗佢嘅神經。暴力擠壓瞬間奪走咗佢嘅呼吸。當佢被安放喺車廂入邊嗰陣，佢已經唔再係一國之君，係一具仲帶住溫度嘅屍體。車輪吱呀吱呀咁轉動起嚟，載住死去嘅魯桓公緩緩駛向驛館，已係一場完美謀殺，冇刀光劍影，冇血前5步。佢利用咗前扶上車呢個合理動作，掩蓋嗰一瞬間嘅致命暴力。但當馬車停喺魯國驛館門口，隨從急急腳上前掀開車簾，準備專扶國君落車休息嗰陣，所有人都僵住咗。佢哋摸到嘅係一具正喺度變動嘅屍體，七竅流血，胸骨塌陷。嗰一晚，驛館入面亂成一團。到第2日清晨，消息傳出，天下震動。只要唔係傻，都睇得出發生咩事。前一日仲好好地去赴宴，翻嚟人就冇咗，仲要係被齊國大力士送翻嚟。依簡直就係將謀殺2個字寫喺腦門上面。魯國人憤怒咗，但呢種憤怒充滿無力感。面對強大嘅齊國，弱小嘅魯國連宣戰嘅勇氣都冇。佢哋只能夠透過外交途徑發出一份字斟句酌、卑微又悲憤嘅召會。寡君係奉命去朝見齊君，依家卻死喺嗰度。我哋唔敢追究具體死因，亦都唔敢話係齊國殺咗人，但國君就咁不明不白死咗。我哋翻去冇辦法向列祖列宗交代，請齊國俾個講法。以封信將外交辭令嘅虛偽同無奈演繹到極致。佢哋明明知道兇手係邊個，卻仲要扮唔知道，只求齊國俾一級台階落。齊襄公攞到依封信，佢望咗一眼，嘴角
露出一絲冷笑。佢需要俾魯國一個交代咩？係為咗平息國際輿論，為咗唔俾其他諸侯國以此作為借口介入，佢需要拋出一塊骨頭，而塊骨頭就係公子彭生。嗰個忠心執行命令，以為自己立咗大功嘅彭生，被人五花大綁推到刑場上。齊襄公當住魯國使者嘅面痛斥彭生護送不力，驚擾貴客，然後下令處死。彭生直到臨死嗰一刻，可能都未諗得明，明明係國君叫我殺，點解最後死嗰個係我？彭生人頭落地，魯國人帶住國君嘅屍體同衣粒人頭，默默踏上歸途。依仗驚天動地嘅疑君案，就咁用一種極其荒誕嘅方式結案，人命喺政治天平上輕如鴻毛。魯桓公死咗，因為佢阻住強者隻眼；彭生死咗，因為佢係一塊用完即棄嘅抹布。咁依場風暴中心，嗰個叫文姜嘅女人又點樣？按道理丈夫死咗，佢係最大嫌疑人，亦都係道德上嘅罪人。佢應該翻到魯國接受審判，或者被幽禁到死。但文姜作出咗一個令所有人都估唔到嘅決定，丈夫靈車向西遠去，文姜卻冇跟上。喺齊魯兩國交界嘅絕地，車輪停止轉動。伊度原本只係地圖上一個毫不起眼嘅細地名，一片只有野草同寒風嘅緩衝區，卻因為文姜一個決定，喺之後20年入面變成成個東方政治格局之中最詭異亦都最核心嘅暴風眼。依係公元前694年嘅初秋，文姜作出咗佢人生入邊最大膽亦都最令人費解嘅選擇，滯留不歸。依係一個極其反常識嘅決定。按照當時嘅邏輯，一個啱啱死咗丈夫仲背住殺夫嫌疑嘅寡婦，一係翻夫家魯國，喺宗廟前謝罪，接受幽禁或者死亡嘅命運；一係徹底逃翻娘家齊國，尋求庇護，從此隱姓埋名。但文姜選擇咗第三條路，佢好似一枚被釘喺棋盤縫隙入邊嘅釘，死死釘喺齊國同魯國嘅邊界線上。佢點解要留喺依度？嗰啲冷冰冰嘅史料，往往只係釘住佢嗰段驚世駭俗嘅私情唔放。話佢係為咗方便同嗰個做咗國君嘅哥哥繼續嗰段不倫之戀，呢個當然係原因之一。但係如果你只睇到情欲，你就太睇低依位喺政治漩渦中心活咗半世嘅女人，絕地對文姜嚟講，唔單止係偷情嘅溫床，更加係一個精心計算之後嘅政治特區。如果佢反魯國，佢係大罪之身，係兒子魯莊公執政路上最大嘅污點同尷尬。如果佢翻齊國，佢係嫁出去嘅女，係齊襄公霸業藍圖上嘅一個道德把柄。只有喺依度，喺國境線上，佢既唔屬於魯，亦都唔完全屬於齊。佢利用呢種主權未定嘅模糊性，為自己建立咗一個獨立王國。由此開始，春秋史上出現咗一道奇景。喺嗰座孤零零嘅行宮入面，白日旌旗招展，使者來往如梭；夜晚燈火通明，嗰係屬於佢同齊襄公嘅私人世界。依係一種極
度分裂，卻又奇妙統一嘅雙面人生。我哋先睇佢背面嗰個被世人唾罵嘅情人，確實佢冇收斂。根據春秋記載，喺魯桓公死後嘅歲月入面，文姜極其頻繁咁會齊侯於卓，會齊侯於房。依啲冷冰冰嘅記錄背後，係就算步入中年依然熾熱，甚至帶住某種毀滅傾向嘅激情，喺依片無人管轄嘅荒原上，佢同哥哥朱兒終於擺脫晒所有視線。佢哋唔再需要好似少年時喺桃樹下咁偷偷摸摸，亦都唔需要好似喺驛館入邊咁提心吊膽。依種關係喺當時嘅人睇嚟係禽獸行徑，但喺文姜心入邊，亦或者係佢對抗呢個冷酷世界嘅唯一方法。嗰個男人殺咗佢丈夫，但亦都俾咗佢喺呢個世界上唯一嘅依靠。依係一種混雜住罪惡感、依賴感同復仇快感嘅複雜情感。佢喺呢種禁忌嘅溫泉入邊汲取住活落去嘅能量，但如果故事只停留喺床上，文姜最多只係一個放蕩太后。真正令佢喺歷史上企穩腳嘅，係佢另一面，一位冷靜老辣嘅政治家。亦都係我哋今日要講嘅重點。一個被禮教判咗死刑嘅女人係點樣掌控魯國國運？丈夫死後即位嘅係佢個仔魯莊公。嗰一年莊公仲係個年輕人，面對殺父之仇同強齊壓境，佢顯得自亂又冇措。魯國國內人心惶惶，隨時可能因為齊國入侵而亡國。呢個時候真正撐起魯國天塔嗰一角嘅，竟然係文姜。史書入邊有一條非常奇怪嘅記錄：夫人如齊師，意思係文姜親自去咗齊國軍隊去做乜？去慰問，去偷情。如果我哋結合當時嘅軍事背景，就會得出一個驚人結論：佢喺協調防務，甚至喺進行最高級別嘅軍事外交斡旋。請想象一下嗰個畫面，兩軍對壘嘅邊境，殺氣騰騰，一架掛住魯國太后旗幟嘅馬車緩緩駛入齊軍大營。齊國將領不管係出於對國君妹妹嘅敬畏，定係出於對依位傳聞中妖姬嘅好奇，都不得不低低頭。文姜坐喺帳中，面對住嗰啲手握重兵嘅齊國將領，甚至面對佢哥哥齊襄公，佢談論嘅唔再係風花雪月，係邊境線點樣劃分，城池點樣歸屬，以及魯國對齊國嘅賠償底線。佢係魯國唯一一個可以同齊國最高層直接對話嘅人。依先係魯國朝堂雖然恨佢鬧佢，卻不得不默許佢滯留邊境嘅根本原因。喺呢個弱肉強食嘅時代，道德係奢侈品，生存先係必需品。魯國需要依條天線，需要依個可以瞓喺齊國國君枕邊嘅女人為弱小嘅魯國爭取哪怕一寸生存空間。世人鬧佢係禍水，卻冇人睇見依場禍水。點樣叫熄即將燒毀魯國宗廟嘅戰火？呢種微妙又緊張嘅關係，貫穿咗魯莊公執政嘅漫長歲月。就算去到後世著名嘅長勺之戰，魯國之所以有底氣同強齊抗衡，背後亦都離唔開文姜長達20年嘅苦心經營，
史書將聚光燈全部打喺一個叫曹操嘅平民英雄身上，講佢點樣論戰，點樣一鼓作氣。但喺曹操出場之前嗰啲危急時刻，係邊個為魯國爭取備戰時間？又係邊個喺每一次衝突邊緣去平息齊國人嘅野心？仲係文姜喺嗰段烽火連天嘅日子入邊，着地嘅行宮徹夜不熄燈。文姜就好似一隻唔知疲倦嘅蜘蛛，喺齊魯之間編織一張睇唔見嘅網。佢一方面安撫兒子莊公，叫佢大膽起用新人；另一方面，佢利用自己特殊身份以及對齊國宮廷權力運作嘅深刻洞察，為魯國喺夾縫之中求生。無論係面對曾經嘅情人齊襄公，定係後來繼位嘅霸主齊桓公，呢個女人始終企喺魯國國門之外，用一種極其悲涼嘅姿態充當最後守門人。魯莊公對母親嘅感情極其複雜，嗰係愛咩？當然係。嗰係恨咩？必然係。嗰係依賴咩？絕對係。為咗表達呢種講唔出口嘅情感，相傳魯莊公做咗一件極具象徵意義嘅事。佢喺魯國境內靠近着地嘅地方修築咗一座高台，每當夕陽西下，依位年輕國君就會登上高台，向住母親居住嘅方向。嗰個充滿爭議嘅絕地久久眺望，佢喺睇咩？係思念嗰個生佢養佢嘅母親，定係監視嗰個可能隨時出賣魯國嘅女人？又或者係等待母親傳嚟最新政治指令？我諗嗰可能係一種混雜咗依戀同恐懼嘅注視。喺高台嘅風入面，佢聞到遠處傳嚟嘅血腥味，亦都感受到嗰個女人喺政治漩渦入面苦苦支撐嘅孤獨。佢知道自己皇位底下墊住嘅係父親屍骨，撐起依張王座嘅卻係母親嗰雙已經唔再乾淨嘅手。文姜當然知道兒子望住佢企喺着地行宮高處，佢或者亦都睇到嗰座突兀嘅高台，佢冇解釋，亦都冇辯解。去到呢個年紀，佢已經唔需要任何人理解，佢只係從容咁整理好衣冠，再次登上馬車，駛向齊國軍營。因為佢知道，只要佢仲喺度一日，只要佢仲可以令嗰個狂暴嘅齊國君主聽得入一句說話，魯國宗廟就可以多保住一日。呢係一場漫長到冇掌聲嘅獨舞。喺嗰啲深夜酒宴之後，當齊襄公沉沉睡去，文姜獨自醒過嚟，聽住帳外巡邏士兵嘅腳步聲，佢會唔會感到一種入骨嘅寒意？佢擁有咗無人可比嘅權力，實際上佢係兩個國家嘅無冕女王。佢一句說話可以令邊境停戰，亦都可以令軍隊開拔。但佢亦都係呢個世界上最孤獨嘅人。魯國人視佢為恥辱，齊國人視佢為玩物。公元前686年冬天，一場血腥政變喺齊國爆發。嗰個不可一世嘅霸主，嗰個為咗文姜咁謀殺妹夫、挑釁天下嘅齊襄公，最終死喺自己嘅暴虐底下。佢俾反叛臣子殺死喺狩獵途中，死狀淒慘，消息傳到着地嗰一晚。史書冇記載文姜嘅反應，我估嗰一晚嘅行宮應該格外安靜。
佢失去咗喺呢個世界上最後嘅依靠，亦都失去咗嗰個唯一聽得明佢靈魂語言嘅男人。按照一般劇本，失去靠山嘅紅顏禍水，往往會迎嚟悲慘結局。世人等住睇佢笑話，等住睇以為淫婦俾憤怒嘅魯國人撕碎，又或者喺亂世入邊零落成泥。但文姜再次令所有人失望，佢冇崩潰，亦都冇逃亡。喺齊襄公死後嘅歲月入邊，佢依然好似一棵倔強枯樹，扎根喺政治荒原上。佢繼續輔佐自己個仔魯莊公，直到魯國局勢徹底穩固。佢用一種近乎冷酷嘅生命力，挨過所有流言蜚語，挨過情人死亡，亦都挨過自己嘅青春。公元前673年秋天，亦即係魯莊公21年啊，文姜喺孤寂入面離世。21年距離佢出嫁離開臨淄，已經過去整整36年。佢嘅葬禮成為春秋史上最大嘅一個悖論啊！魯國為佢舉行極高規格嘅國葬，更加令人玩味嘅係，魯國史官同宗廟經過慎重商議，俾咗佢一個爪號文。喺古代爪法入面，文係一個極高極美嘅字眼，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通常只有嗰啲擁有驚天偉地才幹嘅君王，或者德高望重嘅聖賢，先配得起依個字。將依個咁神聖嘅字加喺一個俾民間鬧到人盡可夫嘅女人頭上，依係歷史開出嚟嘅玩笑咩？唔係，依恰恰係歷史最誠實嘅地方。魯國貴族心入邊好清楚，盡管依個女人私德有虧，盡管佢嘅愛情驚世駭俗，但正正係佢喺魯國最危急嘅時刻，用自己柔弱嘅肩膀頂住強齊壓力，佢犧牲咗自己嘅名節，換嚟國家生存。呢個文字唔係頒俾嗰個藏孫入面嘅蕩婦，係頒俾嗰位喺邊境線上長袖善舞、經緯兩國嘅政治家。依係官方俾佢嘅蓋棺定論，一張用尊榮織成嘅遮醜布。然而民間並冇買賬，就喺文姜下葬同一時間，喺齊魯大地嘅田間地頭，依然有人唱住嗰首古老歌謠：詩經齊峰南山，南山高又高，鴻鵠慢慢行，魯國大道坦蕩蕩。文姜就咁返娘家，歌聲唱到南山高又高，鴻鵠喺度徘徊。通往魯國嘅大路平坦坦，文姜就咁返咗娘家。依把歌聲充滿嘲諷、輕蔑同偷窺快感，佢好似一把生鏽嘅刀，試圖撥開嗰個文字金光閃閃嘅外衣，露出下面不堪嘅肉身。一邊係宗廟入面莊嚴肅穆嘅文姜，一邊係野史行談入面唔知廉恥嘅鴻鵠。邊一個先係真實嘅佢？或者兩個都係，又或者兩個都唔係。當繁華落盡，當所有罵名同榮耀都隨住棺木入土，文姜終於可以卸低依沉重嘅一生。喺故事最後，等我哋將目光從冰冷墓碑移開，穿過漫長時光隧道，返到嗰個最初嘅午後。也許喺文姜生命最後一刻，喺意識彌留嘅黑暗入邊，佢並冇諗起嗰啲驚心動魄嘅政治博弈，亦都冇諗起丈夫死前扭曲嘅面，
甚至冇諗起兒子複雜嘅眼神。佢嘅靈魂或者只願意翻到林芝工場入面嗰片桃林，嗰係春天，風好輕，陽光正好。嗰陣佢仲唔係老桓公夫人，亦都唔係權傾朝野嘅文姜，佢只係一個住鮮艷衣裳嘅少女，手入邊攞住一支啱啱折落嚟嘅桃花，樹下企住一位英俊少年，正含笑望住佢。喺呢個夢入邊，冇國界，冇禮教，冇殺戮，亦都冇分離，桃花盛放，燦爛耀眼。嗰朵花開喺2000幾年前嘅春天，雖然最後結出一枚大毒果實，但嗰一瞬間嘅綻放曾經真係存在過。歷史總係習慣審判，但今晚喺呢度，喺我哋呢個故事入邊，冇審判，只有一聲嘆息，送俾嗰個喺禮教同禁忌刀尖上跳咗一世舞嘅女人。夜深啦，風停啦，願你喺精彩故事入邊安然入睡，晚安。好啦，以上就係今集全部內容。對於今日嘅內容，你有咩睇法？歡迎喺留言區一齊討論。呢度係枕住講古，我哋下集再見。